主后2024年7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希伯来书第10章第10到18节。既然律法是底要来的好事的影，毋是好事本身的真相，所以袂当一年过一年，继续用同款的祭物，互亲近上帝的人得到完全。若是话，献祭的事应该已经停止啊，因为敬拜的人一遍就完全得到洁净，无阁有罪的意识。其实，逐年所献的祭物，只有会互人想起因的罪，因为牛羊的血袂当除去人的罪。所以，基督来到世间的时有讲：祭祀甲礼物你无爱，毋过你有甲我准备身躯；烧祭甲赎罪祭你无介意。彼时我讲：上帝啊，我来啦！我来是要实行你的旨意。我的事有记载伫册呢。我顶面有讲：祭祀甲礼物、烧祭甲赎罪祭你无爱，嘛无介意。这个是照律法来献的。伊续落去讲：看，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安尼，上帝废除前个是要建立后个。耶稣基督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只有一遍献伊家己的身躯就够额，互咱得到圣化归上帝。这是逐日徛伫服侍上帝，一遍搁一遍献同款的祭，永远袂当除去人的罪。毋过，基督只有一遍献赎罪祭，然后坐伫上帝的正边，听候上帝互伊的对敌做伊的脚点。基督通过一遍的献祭，互圣化归主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神嘛有对咱作证，伊有讲：主讲，这日子以后，我甲因所要立的约就是安尼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伫因的心内，写伫因的脑内。然后伊阁讲：我无阁记得因的罪恶甲过犯。既然罪已经得到赦免，就毋免阁献赎罪祭。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摩西的法律是袂通质疑的绝对权威，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一再引用旧约祭典礼仪的法律来讨论献祭的救赎。虽然这个祭物是按照法律献上的，总是年年不停献上的祭物，却无法度互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达到完全。这毋是带领人回转转来到上帝面前的途径。真正会当帮助人回转倒转来到上帝面前的，毋是法律中所规定遐个复杂啰嗦的敬拜、献祭礼仪，反正是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因为人若无敬虔的心，上帝并无介意人所献的牲祭、供物，也无欢喜烧化祭。遵行伊的旨意，是比献上祭牲还搁较重要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取消先前的一切献祭，用耶稣的牺牲代替。耶稣就是基督，伊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，献上家己的身躯，牺牲性命，一举就全成功的救赎，互人圣化归主。遵行上帝旨意的耶稣，无搁再用动物的牺牲做祭牲，是用
家己的性命作为救赎的祭物。这甲咱讲，诚心实意的敬拜，并不在伫遐复杂麻烦的礼仪和动物的牺牲，是着爱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耶稣顺服上帝的旨意，牺牲家己，将性命献上。跟对主耶稣的人也应当安尼，甲家己献予上帝。今日咱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无搁再用动物的牺牲来互家己得到救赎，反倒着用遵行上帝的旨意来委身、牺牲奉献来服侍，以成就教会的福音事工。当牧者做伙组织研讨教会事工的时，常常有找袂到人愿意付出时间、金钱、文字来委身服侍的感叹。查究原因，在伫真少信徒愿意牺牲家己来付出，这伫信仰细实的基督徒中算真常见。检采是因为信仰并毋是因家己追求得来，欠缺深刻体会之故。因为安尼，真侪事工好不容易征召着人，却感觉因亲像受勉强的，毋是真乐意接受操练，或者是服侍要做哪毋做，落日会日过就好的模式。以外，大多数教会伫礼拜前拢会提醒，甲手机铃仔声转做静音，也是关机。毋过，咱伫礼拜中也是常常互手机铃声干扰。基督徒既然来到教会做礼拜，着敬虔专心敬拜，毋通互手机绑架，甚至搅扰别人聆听上帝的话语。身为传道者，当然袂当只有要求信徒用真实、敬虔、谦卑的心敬拜上帝，家己却因为掠做惯势，就落日袂输地照时讲经念经。因为安尼，我常常敦促家己爱用战战兢兢的心准备服侍。总共要求必须每日有规律的读经、祈祷、灵修、亲近主。礼拜的服侍者，不论主理、事理、司琴、报告等各种事宜，应该尽早做好准备。特别是讲道服侍，搁较着安尼。希望咱做伙立志学习，用心灵和诚实的心来回应上帝的听。默想，耶稣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牺牲家己。基督徒也应该跟对主的脚踪。耶稣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牺牲家己。基督徒也应该跟对主的脚踪。咱来祈祷，主耶稣，感谢你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放下家己的性命，完成救赎的大功。我愿意跟对你的脚步，伫生活中、礼拜中拢谦卑敬虔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